中国最近这呼吸道感染当咧真严重，外界也咧烦恼讲这病情会拖开。疾管署表示，讲国内类流感的疫情已经是连续7礼拜拢伫咧降，病院的微肠菌疫情敢若是极度流行，无亲像中国遐严重。伫机场港口会加强戒备。另外，疾管署今年验出22例本土副伤寒，是这10年来降4期的新冠，大部分拢是含这青食、蚵仔，抑个海产有关联。爱食青海产爱注意，莫各流各吐变作病。疾管署发布警讯，今年是小连续检出22例本土副伤寒确定病例，创10冬来降期的新冠。一寡个案有青食、蚵仔含沙西米的状况，发生地大多数拢伫咧渔港含餐厅等等。其中北部一个50几岁的查甫人，因为着眼住院，闹个真厉害，采检了后确诊伊是胃着副伤寒，感染管搁在调查新起源。陪病家属采检是阴性啊，其他同病房的人员也没有疑似的症状，所以这个感染来源目前研判是不明。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唯一一个这个在副伤寒共病，然后有这个死亡的个案。另外，在中国最近是爆发多种呼吸道感染病，至少有7种病毒同时在流行。外界烦恼讲国内敢同款有这种情形，疾管署讲国内类流感去看病的人已经连续7礼拜降落来，病院微肠菌的疫情嘛敢若极度的流行，才无到1%，无亲像中国安尼一直撑起来，但会加强机场港口的戒备。我们就还是以这个加强这个机场港口的戒备，以及就是提醒这个往来人员注意打疫苗跟个人防护为主要的这个防治措施。疾管署强调讲，若是出现不明的感染源，也是已经知影病源，但是有无适常的动静、临床的表现增加等等，会进一步来采取防堵措施，譬如讲管制边境，但是目前还未到这个阶段。另外，根据统计，27一天有超过6400人次来自新冠疫苗 XBB， 从月中以来一天住的人上侪记录，可能是因为中国疫情相关消息，互民众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